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交通部观光局有一个高层的水管，这个主管要求派离机场的员工接待伊回国的后生，而且你这个主管也未到机场进前，爱这个员工先带后生去啉咖啡。交通部长林佳龙真生气，讲回国应该都爱居家检疫，煞伫机场啉咖啡。而且当人奉派接待到中关的后生，嘛卡到公器私用，要求都爱彻底来调查。啊，这个去接后生的主管，隔工阁继续来上班，甚至参加立委协商的会议，嘛甲交通部以及的主管来开会，恐惊会将做防疫的破空。咱的记者独家访问到这位主管，伊讲伊的心情真复杂，嘛真道歉，但是绝对无公器私用。而且伊当天到机场去接送着后生，拢有挂喙安，有开车窗来通风，保持着安全的距离。一个高层他没有请假去接案277回来，而现在案277确诊了，很有可能观光局高层变成是我们这一次防疫一大破口，可以这么解释吗？要看他有没有确诊啊。那目前交通部处长王国才讲，看有确诊无？观光局高层主管走去机场替后生接机，过程中也有机场旅客服务中心的人员出面接待，事后包括主管的后生甲机场的人员拢确诊。对某些人有特别的接待，这是非常不妥的。如果中间有牵涉到违规违法，这部分就是依照我们的规定来惩处。交通部长林佳龙2到暗伫面册讲到，机场当前服务不应该是官员的亲友，对机场回台嘛应该爱马上居家检疫，哪会伫机场咧啉咖啡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若受特权，绝对无款待。但是咱独家访问到这名高层的主管，居家隔离，伊表示心情真复杂。伊强调，后生甲确诊的员工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朋友，绝对无要求接待或者是礼遇通关。伫接机的过程中，嘛专程挂喙安，开窗啊通风用塑胶布甲后生隔开，两个人无带做伙，嘛无见面。这几天来，这是我这辈子来他从事公职那么久的第一次来，我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了。这个家务事，然后造成社会的关注，造成大家的这个麻烦，我真的是很内疚，很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是毋是有留班接机？即马主管表示，事前有甲长官报备过，事后嘛有继续等于办公室加班到深夜。若是请假的行政定数，因为当时无用，并无报起来。但是即马闹出这么大的风波，若是当事人想袂到的，要安怎防止劳动，嘛互观光局伤脑筋。